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影讲古早称呼律师，有人讲是辩护师，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因为律师替当事者辩护相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辩读保险辩第7条辩护的辩。辩的意思就是争论是非，有了代志对或者是唔对，要安怎做有无共的意见，咱讲是辩论。若是讲甲无理的代志，硬讲做是有理的，咱讲是强辩。若是解释事实或者是理由，咱讲是辩解。古早一寡电影因为无讲话，由专门的人来解说剧情，这个人就是辩师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辩论，意思就是为着无共的意见、无共的主张咧争论。第二个词读做辩话骨，意思是掠人的话使，或者是挑工经人讲唔对的所在出来讲，卖当讲是掠话使、蹭话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见摆含人开讲，就要含人辩话骨；若无，就是为了小寡代志要甲人辩论。莫怪无啥人要甲伊讲话，大家看到伊就走，敢若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辩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